Hello，我係 Jessie，係嚟自於 Hong Kong Virgo 香港迷路嘅團隊，而呢個短片係關於2025年開放數據應用比賽嘅 information pack。咁首先我哋係做緊關於一個歷史文化探索、實地解謎嘅劇本殺，令到香港人同訪港旅客可以重新發現香港。咁首先講一講我哋嘅名稱由來啦，就係 Hong Kong，即係 base on 我哋喺香港嘅項目，而 Virtual 就係一個虛實交替嘅方式，去令到參加者可以主動行動，即係代表 Go 去探索社區。而我哋嘅項目係對應智慧旅遊同埋一啲開放數據嘅應用嘅。咁首先我哋講一講我哋發現嘅問題啦，就係包括三類，就係文化遺忘、旅遊體驗單一同埋社區疏離嘅。而我哋去引用咗 Klook 嘅數據，都發現嚟緊新嘅旅遊趨勢咧，有三點，就係包括渴望去探索一啲文化景點啦，亦都想發掘一啲隱世秘境，同埋想規劃一啲探險嘅體驗嘅。而我哋見到市場係有一個需求，亦都set up 咗三個目標，就係 explore、discover 同埋 connect。我哋希望以一個劇本殺式嘅歷史解謎遊戲，呈現地區歷史，而當中我哋包括四大元素，就係社區、歷史、謎題同埋劇情嘅，而為香港人同旅客創造獨一無二嘅社區記憶。咁當中我哋嘅解決方案就係將成個香港去 gamify 咗遊戲化，而我哋嘅內容係融入咗打卡嘅景點，誒、仲有一啲社區嘅大街小巷同小店，一啲嘅口述歷史同埋係咗啲另類嘅社區活化。而我哋希望透過一個項目，亦都可以建立一啲互助嘅平台啦，而希望帶俾一啲小店人流同埋推動消費嘅。而我哋過去嗰2個月咧，都做咗一個遊戲嘅模型，咁而家可以 share 俾大家睇啦。如果有興趣，都可以掃一掃我哋嘅右上方嘅 QR code 嘅。咁我哋一個平台咧係用西 Google 去堆砌啦。咁當中我哋一啲取材係嚟自社區嘅歷史景點啊，或者係得意嘅建築嘅。咁當中咧，我哋嘅首個項目咧係 focus 喺大角咀啦。咁就有設定咗幾個謎題，就希望參加者去到訪呢啲社區。咁如果我哋係要引用一啲開放數據 smart economy 嘅話咧，咁除咗大角咀之外咧，其實我哋都係想擴闊喺全港18區嘅版圖，而當中嘅旅遊景點，我哋希望都可以採納一啲可能係交通嘅情況啦，或者係輪候等候嘅情況啊，甚至係會唔會一啲可能 3D model 啊，去 map 咗去，然後呈現喺我哋呢個遊戲平台咧，咁都係我哋想參加呢一個 data hackathon 去獲取嘅一啲方法啦，同埋資訊去改善同埋推動一啲智慧旅遊嘅。咁去翻我哋個 information pack 咧，OK，好啦。咁我哋即係之前嗰2個月就進行咗4次試玩，就總共有50位參加者嘅 feedback，咁大部分都係一致好評嘅。咁而當中我哋嘅財政概覽都提一提啦。咁我哋都希望係盈利方面咧，就係俾旅客同埋一啲香港市民去購買我哋嘅遊戲商品啦，亦都希望同社區嘅唔同持份者去合作，咁而去為我哋去研發呢個遊戲劇情啦，同埋為一啲可能 maintenance 或者係遊戲上架嘅費用嘅。咁當中我哋都希望係有一個 seed 嘅 funding，令我哋可以頭嗰一年可以開發到同埋 launch 到呢個遊戲。咁之後其後嘅目標就係希望用我哋嘅 revenue 去做到自負盈虧。咁而我哋嘅獨有價值就係因為我哋同四大元素係連連緊扣啦，環環緊扣，就係包括社區歷史謎題同劇情，所以我哋同一般嘅社區劇場啦、導賞團、桌上遊戲同劇本殺係唔同嘅。咁再關於我哋嘅推廣方向，就會用一啲社交媒體同埋一啲搜尋引擎嘅優化啦。而我哋都希望透過一個智慧嘅旅遊同公開數據，令到我哋嘅宣傳係強化，同埋更加易令到大眾可以 accessible 到嘅。咁最後講講我哋嘅團隊成員啦，就包括有4位，就係 Jessie、Angel 同
兩位 Kelvins，咁大家都係對於digital marketing 對歷史社區同埋一啲UX UI 設計都好有經驗。咁如果再想聯絡關於了解個遊戲項目嘅，就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nstagram 啦，或者係聯絡呢個電話93905120，through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都得嘅。咁就多謝大家。